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教导阮一切真理，甚至牺牲伊的性命，献上伊的宝血，就是为着要洗清阮的罪，互阮会当甲你有直接的连结，得到永生的盼望。这是何等的恩典啊！感谢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时，咱做伙用诗歌来敬拜，来学乐这位搁我的主何等恩典。平静喜的心，含糊伫你面前，开我心目，互我看见，引导阮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甲对你爱的温柔甘甜，何等恩典，你替你跨过我，何等恩典，你无会为我留，何等恩典，你因尊贵领养催我冠冕，我的嘴被充满恶乐。来先，咱为着过去一礼拜，上帝伫咱的生活、工作、学校中的帮助，也是得到咱生命中济的需要。咱做伙来向伊来献上感谢，甲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万万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跨过阮的生活，无论是伫工作中的挑战，还是伫学校中的学习，你拢赐予阮有够遐的恩典甲体力。上主啊，感谢你真做阮的瓦靠，赐予阮每一天的仁者甲平安，求你继续带领阮头前的路。感谢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平静喜的心，含糊伫你面前，开我心目，互我看见，引导阮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甲对你爱的温柔甘甜，何等恩典，你替你跨过我，何等恩典，你无会为我留，何等恩典，你因尊贵领养催我冠冕，我的嘴被充满恶乐。所以来，咱将咱的家庭、甲朋友交予上帝，无论是因的健康、工作，还是咱甲因之间的关系，拢爱求上帝亲身的看顾。来，咱做伙来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。
亲人、甲朋友，会当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保护长辈甲艰苦的亲友的身体健康，祝福因医治甲平安，也求你看顾大家的工作，伫经济甲职场的压力之中，祝福因智慧甲安稳。上主啊，阮也会为着家己甲亲人朋友的关系来祈祷。有时，阮会冤家，会无理解，甚至失去耐心。求你赐予阮疼心甲宽容，互阮的家成做充满贴心的所在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愿尽心的心，欢呼伫你面前，为我心吧，互我看见，应当阮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那对你来的温柔降低，无定问题。伫这个世界，咱不只为着家己来祈祷，也应该为着这个世界来祈求。今仔日的世界不断有战争，倒位拢充满不公不义的代志，所以咱需要求上帝亲自来掌管，咱做伙来为这个世界的和平来祈祷，咱做伙开嘴来祈祷。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这个世界和平来呼求。阮看见乌俄之间的战争已经足侪年啊，即马阁有美国、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，也袂煞。上主啊，求你的怜悯临到这个充满战乱甲惊吓的土地，安慰迄个失去家园甲亲人的百姓。求你的互阮，互这个国家的领袖，拢有追求和平甲公义的智慧，因为你才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感谢阿拉主，哈利路亚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愿尽心的心，欢呼伫你面前，为我心吧，互我看见，
咱将今日的主日礼拜完全交托上帝。无论是伫敬拜时，是圣歌队献诗的时，是无私的信息，以及所有的天书，咱拢要求上帝的信心来运行伫咱的中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谢你有信心来到今日的主日礼拜中，阮求你拍开阮的心，互阮用心灵甲信心来敬拜你、阿乐你。阮也要为着牧师来祈祷，求你高活伊的嘴，互伊分享的信心，会当感动阮的生命，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今日的所有一切，拢会当完全荣耀你的名。感谢阿乐主，哈利路亚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是邀请大家起立，做伙来诗歌，来敬拜咱的上帝。用真实的心，降服你。心吧，互我看见，灵感阮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，互灵魂的美丽的看顾我，互灵魂的你无会为我。感谢主，感谢你用何等的恩典来帮助我，而且咱要接受你的呼召，来到你的身边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
敬拜你，来用阮的大声来唱出尊严而乐。